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聽學課概述。我哋今次進入第10課，題目係悔改與饒恕。我哋一齊祈禱。慈悲天父，我哋感謝你，讓我哋再次可以一齊研究你嘅話語。你嘅愛比我哋嘅罪更大，你嘅恩典使我哋得以更新。求你開我哋嘅心，使我哋真誠悔改，並喺你嘅赦免中得享平安。願你嘅聖靈引導我哋，使今次嘅學課成為生命改變嘅契機。禱告奉耶穌聖名，阿門。今課嘅全心節係約翰一書1章9節。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聖經羅馬書3章23節聲稱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上帝的榮耀。聖經仲講到我哋無法避免或者除去我哋嘅罪，但係上帝願意饒恕我哋嘅罪。冇罪係如此嘅重大，或者如此嘅可怕，以至於上帝係唔願意饒恕嘅。而得饒恕只有一個條件，就係悔改。今課讓我哋分兩個範疇嚟研究。第一，悔改包括拖延悔改、真正的悔改同埋悔改的呼召。第二，饒恕，饒恕的恩典同埋饒恕的衣袍。我哋先嚟睇悔改。拖延悔改。路加福音10章41節，耶穌回答說：馬大馬大，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。喺拉撒路嘅家中，耶穌講到對救恩至關重要嘅事項，但係馬大卻係冇聽到。佢冇時間，因為佢太多事情要做了。呢種情況亦會發生喺我哋身上。當我哋犯罪，聖靈呼召我哋悔改嘅時候，撒旦就會用各種嘅活動、憂慮或者其他事情干擾我哋，讓我哋無法反思罪惡嘅處境並尋求饒恕。但係上帝唔會放棄我哋，佢堅持呼召我哋。佢將我哋罪比作污穢嘅衣服，佢提出交換，用我哋嘅污穢衣服換取佢嘅潔淨衣服，即係用耶穌嘅血洗淨我哋嘅衣服。接嚟講到真正的悔改。何西阿書6章1節，來吧，我們歸向耶和華，他施力我們，也必醫治；他打傷我們，也必前果。乜嘢係悔改？真正嘅悔改同假悔改有咩區別呢？當罪帶嚟立即而且唔受歡迎嘅後果嘅時候，懊悔便會隨之而來。好遺憾地，因為我哋做嘅事結果並唔好。但係如果冇呢啲負面嘅後果，我哋就唔會為自己所作嘅行為感到悲傷。這並唔係真正嘅悔改。當犯罪本身就讓我哋感到悲傷，並深切渴望被寬恕，無論是否有負面後果嘅時候，我哋面對嘅只係真正嘅悔改。當我哋犯罪嘅時候，聖靈撕裂我哋，並以深深嘅哀傷傷害我哋。如果我哋以真正嘅悔改回應，上帝就會醫治我哋，赦免我哋嘅罪。接落嚟係悔改嘅呼召。使徒行傳3章19節，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，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，這樣那安舒的日子就必從主面前來到。施洗約翰同耶穌以同樣嘅信息開始佢嘅事工，就係要悔改。悔改點解咁重要呢？因為冇咗悔改，罪就唔會得到赦免。呢個過程係點樣發生嘅呢？首先，因為上帝嘅良善，上帝呼召我哋悔改。接嚟我哋回應佢嘅呼召，包括對所犯下嘅罪深表悲傷，同埋誠心嘅決定要放棄罪惡。上帝就會因為耶穌喺十字架上所流嘅血而赦免我哋嘅罪。請注意，悔改與饒恕應始終引領我哋走向改變我哋嘅態度，使我哋停止犯罪。接嚟我哋睇饒恕，饒恕的恩典。詩篇25篇11節，耶和華啊，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因為我的罪重大。冇任何嘢能夠強迫上帝原諒我哋，我哋亦唔能夠做乜嘢嚟到使我哋配得上帝嗰份嘅寬恕。上帝通過恩典，憑着佢無限嘅愛，赦免我哋嘅罪，
佢赦免係因為佢本為良善，樂意饒恕人，同埋有豐盛嘅慈愛。因為佢嘅愛使佢將自己獻喺十字架上，償還我哋無法償還嘅罪債。當我哋將罪帶到十字架腳前時，耶穌釋放咗我哋，拯救我哋脫離咗壓喺我哋心頭上嘅重擔。接落我哋睇下罪與恩典之間嘅關係係乜嘢？罪與恩典嘅關係，羅馬書5章8節話我哋知，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嘅時候為我哋死。羅馬書5章20節，只是罪在那裏顯多，恩典就更顯多了。羅馬書5章21節，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恩典也藉着義作王直到永生。羅馬書6章23節，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，唯有上帝的恩賜乃是永生。最後講到饒恕的衣袍，馬太福音22章12節，就對他說：朋友，你到這裏來，怎麼不穿禮服呢？那人無言可答。上帝嘅教會也因此包括其中每一個成員都穿着光明潔白的細麻衣，毫無玷污、皺紋等類的病，乃係聖潔冇瑕疵嘅。呢種細麻布象徵着聖徒所行的義，但係呢份義並非係佢哋自己嘅，乃係基督賜俾佢哋嘅。當亞當同埋夏娃犯罪嘅時候，佢用自己嘅行為遮蓋自己嘅赤裸，但係佢哋仍然感覺自己喺上帝面前係赤裸嘅。上帝所賜嘅衣袍象徵着基督賜俾我哋嘅婚衣，佢完美嘅義就係抹去我哋嘅罪。假如冇嗰件衣袍，任何人都唔能夠進入天國。喺信息選粹，偉論話，凡想成為上帝兒女的人，必須接受這個真理，唯有藉着基督的救贖工作，我哋才能悔改並得蒙赦免。相信咗呢一點，罪人就必須努力配合為佢所作的工作，以不息不倦的懇求向施恩嘅寶座求告，使上帝改變人心嘅能力進入佢嘅心。基督只赦免悔改嘅人，佢所赦免嘅人，佢先使佢哋悔改。佢已經作了充分嘅準備，佢永遠嘅義要歸在每一個相信嘅人頭上。那在天國嘅職基上織成的貴重而毫無玷污嘅義袍，已經為悔改而相信嘅罪人預備妥當。因此佢可以說：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，我的心靠上帝快樂，因他以拯救為衣給我穿上，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。願意我哋謙卑地嚟到主面前，真誠嘅悔改，以致我哋得着佢為我哋所預備嘅義袍。好啦，我哋今課概述到呢度結束，我哋下一課再見，拜拜。